今集預告揀咗兩隻有賠率嘅馬膽俾大家參考下。去片，Hello 大家好，又嚟到 Nat Chan 頻道嘅時間啦。咁呢集節目呢就係 Nat Chan 馬膽嘅，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兩場賽事。每場賽事揀一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嘅。咁大家都知道一個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嘅頻道啦。咁每次介紹馬膽之前，我都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。持續低沉嘅 Nat Chan 馬膽，經過六年膽啊，即係連續3個賽馬日6年膽不上名之後呢，上次第7隻馬膽都唔係咁順嘅，勁爽就一啲都唔爽嘅。我都對呢個發揮略覺得有問題啊，不過唔大問題嘅。咁總之就臨尾捱唔到翻嚟啊。咁好彩去到將會第8隻馬膽落地嗰陣時，連續終於冠金期都形勢其實幾差，跑得麻麻地嘅，但係即係憑佢嘅能力可以有個第2咯。咁天天有福呢啲都唔知邊度嚟嘅，咁樣贏咗80幾倍，冠金期第2，人次勇士第3，咁都攞翻條 PayQ 啦，算係。終止呢個馬膽連續不上名嘅記錄。咁希望今次都醒神啦。上次 Nat Chan 冷腳魅力升12倍麥道朗，咁當日嘅麥道朗大家知係咩料啊？試跑得就比較失望啊，落重飛落到4.8倍，咁落地。今次賽事有翻高出賽樣馬啦，4隻咁多添。第3場嘅智多多寶，第5場嘅榮利雙收，第6場嘅有派頭同埋第9場嘅堅有力，俾大家參考一下嘅。咁事不宜遲啦，不過未講呢樣嘢先，我想講一講個話題性先少少先，一個專題嘅專題就係、近來換完東草之後咧，咁你沙田同跑馬地，尤其是跑馬地連續2次冇壓地，啱啱嗰次有壓地啦，第3次加埋上次即係田草嗰陣時冇壓地。我唔好講啱啱嗰次谷草有壓地嘅情況之下先啦，2次谷草冇壓地，1次田草冇壓地，其實你一冇壓地就好煩嘅，因為一定係單日轉向咯，一踩開嗰啲踩得多咧，又去另一邊會好翻啲。呢個首先令到近幾期難以捉摸先啦，嗰啲場地，因為佢會單日轉向。第二件事情，啱啱禮拜3晚谷草咧，壓地前同壓地後咧，其實 even 咧頭5場係一組嚟噶嘛，6、7、8、9場另一組，喺組內面咧，即係1、2、3、4、5場咧，裏面都有少少唔同嘅偏差。去到6、7、8、9場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偏差，所以近來嘅馬係幾難賭啊！近來嘅馬幾難賭。我諗其實你見到好多大戶有時落飛咧，都落得唔係咁準，就因為嗰個場地形勢咧唔係咁易捉摸。咁希望個東草即係搭得多啦，穩定性好翻少少之後，咁大家就易中啲啦。好啦，咁事不宜遲，講講聽日賽事提供嘅心水，2隻都有賠率㗎。第一個場次揀第6場，第6場嘅馬膽我揀13號嘅午夜快車。哇！上次人都好問水啊，話大佬隻周俊樂咧黐咗線啊，真係我不嬲講周俊樂世一嚟嘅，真係佢騎隻魔法速遞爭啲擒或者1.9倍嘅午夜快車。咁午夜快車你話佢係咪贏嘅姿態好出色咧？咁可以啊，因為佢全程都其實係3碟咁樣兜出去咁再跑咁贏咁。可以嘅，咁可以嘅啊。同埋呢隻馬大冧馬，我相信佢越跑咧會越進步。1200磅馬咧，其實我係想佢再增程1800添，不過可能都未有路程啦，咁繼續跑住1650啦。咁今次升班就又係挑戰啦，但係檔位好啊。希望磅輕少少咧，咁可以再咬啲多主動位啦，2檔咬多啲主動位，唔使留咁後。咁一早霸咗個靚位咧，咁輕飄飄，咁希望可以喺前列翻到嚟。呢場對手都強嘅，但係就係因為呢場對手強咧，佢先有咁嘅賠率咧。而家隔夜通常呢啲我放喺冷腳噶啦，但係反正禮拜6啦，咁整啲冷膽俾大家試一試先啦。咁揀隻午夜快車同埋咧艾杜拿，啱啱禮拜3啊，得2隻坐騎，阿爸阿媽入晒場嘅。咁相信唔會留一個禮拜3晚咁少啩。我諗如果聽日都嗌到嗱即係阿爸阿媽喺度，咁大家人情
大家好有溫情㗎嘛。你知我哋香港馬圈咁，可能安排一隻咁啊，呢隻俾佢威下咯，希望可以啦嚇。咁啊，午夜快車做馬膽配嘅選擇咧就好快咁講下啦。咁就第一隻就1號嘅紅衣醒目啦，上場差少少嘅其實步速偏快，直路外邊啱衝，但係衝落去唔係咁多。今次就求變咯，轉泥地有個一檔睇下如何啦。第二隻揀翻2號嘅有派頭啦，咁都係泥地跑開好嘅馬，上次都喺前列翻嚟咧，麥道朗高出賽意欲馬。第三隻係揀翻3號金區永騰，前嗰場跑得好，上嗰場落重飛熱門嚟嘅，跑得好差隻馬，咁可能都係仲係適應當中嗰隻馬，但係如果佢跑得出前場嗰場水準咧，跑第2嗰場水準咧，喺呢度都係隨時起到作用嘅，咁呢啲係繼續揀咯。咁第4隻配腳我就揀5號嘅奮鬥心啦。咁啊潘頓一搶咗嚟，其實奧爾文上場捐咗入去，發揮唔係太出色。今次潘頓一接嚟騎，睇下如何啦。咁啊，所以場馬膽13午夜快車係配腳選擇1號嘅紅衣醒目，2號有派頭，3號金區永騰同埋5號嘅奮鬥心。喺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，講下我啲付費會員計劃啦，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，同埋我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嘅。咁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，我諗係聽朝11點之前咧，會有最後嘅初步唔係，應該係聽朝11點之前咧會有全日嘅初步嘅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。咁啊，聽日每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，有最後嘅首選、次選、副選啦，場定賽、騎人動態、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。咁啊，大家平時睇我啲真飛區都知道，我係非常之着重買升水孖寶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你平時買落去馬會咧，最少都抽你17.5%咧做抽水噶啦。咁如何可以長期戰勝呢啲抽水咧？咁啊，絕對係要靠升水孖寶啊，或者係升水嘅大彩池去抗衡馬會呢啲抽水啦。咁譬如上次啦，咁啊東方寶寶78個半 win， 美麗海豪65蚊 win， 二串一 win 係51.03倍，孖寶係派65.25倍，升水28%，就係靠呢啲長期嘅升水先可以戰勝馬會嘅。咁如果大家對於臨場分析啊同埋升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嘅話咧，都歡迎經過 WhatsApp、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去聯絡我，可以攞到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升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。咁啊，未必人人啱臨場分析嘅，因為禮拜3晚你可能翻工，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，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埋睇我啲投注建議。所以 Patreon 嘅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。超級會員嘅純支持啊，開馬啦，足球股票裡面隻聲明同埋弱冷腳獨家分享。極叻會員同超叻會員一模一樣，但係再會加多個所有場次、所有馬匹嘅馬分數都會放上 Patreon 嘅極叻會員欄。大家平時有睇下我直播計碼，或者係有時我咧出馬膽都會分享翻啲分數俾大家睇啦，都知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噶啦。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啊，第二個場次係揀第7場啊，第7場呢場其實好多幾好嘅馬跑啊，咁所以啲賠率又係好分咯。咁啊，揀隻3號嘅武林密碼咯。咁呢隻馬就今季初出輸俾嗰隻叫咩馬啊？好有心得，好有心得，贏完佢之後咧，再贏愛馬線，再贏多另一場。好咁，所以贏完武林密碼之後，贏多咗2場。咁武林密碼呢場其實佢跑得幾高水準㗎，不過好入心得癲咗啫嘛，今季嚇，咁所以係勁咯嚇。咁跟住你睇呢場水準，你冇得話唔勁，好有心得唔使講。後邊進跑得啱啱都追咗一直第3，人和家興贏馬，咁一定係勁㗎啦。咁啊，上次好有心得贏嗰場咧，佢咧出閘慢一慢嚇，咁結果就輸咗啦嚇。郭富城都耷晒頭啦，應該好似有入場。咁今次唔理郭富城入唔入場都好啦，有個2檔，希望黃志文都把握到機會啦，買去做馬膽配嘅選擇。咁啊，呢場好簡單嘅啫，配嘅選擇都係追住嗰啲馬嚟買嘅啦。有咩共通點啊？1號愛馬仕有咩共通點啊？又係啱啱輸俾好有心得嘅呢啲，一定硬淨啦，10檔難搞啫，但係都要拖噶啦。第二隻就揀翻隻睇下先啊。6號嘅神希麗人啦，上次谷草攝咗喺裏面啊，鳳雲武士贏嗰場我好有印象，佢攝咗喺裏面衝，咁蝕咗少少場地啦。咁今次換咗麥道朗，睇下有咩好嘢發生咧？麥道朗啱啱禮拜3耷晒頭咧，禮拜6可能好積極都未頂啊。今日第3隻配腳揀翻11號嘅風再起時，上個禮拜啱啱啫嘛，
追得好勁，其實追嗰隻光年魅力。今場係換咗人咯，會唔會係冇梁家俊咁好啊？唔知啊，本明輝嚇一檔未必咁啱跑都未頂，但係上場真係好勁咯，追光年魅力，咁你一定要拖翻。所以場馬膽揀隻冷少少嘅3號冇人密碼，配腳選擇1號愛馬仕、6號嘅神希麗人同埋11號嘅風再起時。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我分析，如果中意嘅話，俾個 like 同埋讚我，同埋分享呢段片俾啲朋友睇睇，去宣傳嘅頻道。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咩意見，都係邊大家留言。如果大家想揀啱支持我咧，都係段 YouTube 片下邊大家留言嘅，留句謝謝啊 fans 啊，我都相當高興噶啦。咁大家留多啲言咧，回覆多啲，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係非常之優質嘅頻道咧。咁佢就分派我啲片咧，俾更多 YouTube 漫迷睇，更多 YouTube 漫迷睇咯，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，從而令到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到最後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Chan 談賽馬，主要做啲直播節目啦，嚟海外馬直播啊、職業足球投注分析啊、直播計碼等等啦，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Chan 頻道，兩個頻道都撳訂閱，按鐘仔撳全部，咁訂係我所有新片，你都有一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，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多謝你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